来看这个天气的状况。目前伫个日本南平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是持续咧发展，上紧今仔日就会增强为第8号的风台米雷，讲对台湾的影响嘛是无介大。今仔日对流分系发展旺盛，新竹、台中、甲云林、嘉义以南的地区下晡有短时的强降雨。另外，气象局嘛特别针对宜兰、花莲、甲台东来发布着高温的资讯，爱防予日头晒着伤。天顶一半是乌，一半是白，出门爱抓雨伞。热天真典型的午后雷阵雨，也就是西北雨，这个特别细致。包括大台北地区、新竹、台中、云林、嘉义以南，拢会落雨。南台湾部分的所在，甚至到暗时8点，雨才会较回。中南部，尤其像云林、嘉义以南地方，都是今天午后比较容易下的地方。以昨天来说，台南大概3小时接近200毫米左右的降雨，其实在午后雷阵雨发生的情况比较少见。要达到像昨天这样等级来说，相对几率可能会比较低一点点。哇，海南岛的木兰风台已经伫早起8点降为热带性的低气压，伫台湾的东边，日本南边海面第10号热带性的低气压有可能增强为第8号的风台米雷。而这个环流跟它比较强的对流离得非常的远，代表它目前的结构并不是很好。短期之内，它目前还不太有机会生成台风，预估最快可能在明天比较有机会。另外，气象局嘛提醒讲，8月12到8月15都是一年一摆大漏水，桃园以北甲嘉义以南较低所在，要特别注意有海水倒灌，甲局部淹水的情形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